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8月20，永恒不变的爱。耶利米书31章1到14节，其中第2到第3节这样说道：当以色列人渴望安息的时候，我从遥远的地方向他们显现。以色列人哪，我一向疼爱你们，我仍要以信实和不变的爱爱你们。我们的主对他所爱的以色列人民，他们有可能有一些人在耶路撒冷，但有一些人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而这位爱的主再次向他的以色列人民发出那个爱的讯息让他们知道，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中，这位神真的是用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他所爱的。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里面特别是在讲就被抓去然后转化的，也就是我们一切要被转化都是要从跟神恢复那个关系来开始百姓虽然被抓到巴比伦，但是耶和华仍然是以色列的神在那个困局的这个低潮中，我们被拔出来，会觉得说神好像不爱我们了。其实不是拔出来不是结束，而是一个转化的过程。神一定有他的心意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看到我们在流泪痛苦，其实他也很难过，但是神看到的是将来的我们，所以他忍心让我们继续来受苦。我们被拔出，受很多的这个可能瑕疵或者是这个身体的困难，或者是心灵的困难，甚至是环境的但是那个栽种回来的时候，是神要跟我们立新约的时候，是要来更新我们，神要重新建立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呢，在那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击鼓跳舞栽种这样子的大的盼望来回应神再来就是说第7节到20节这个借着归回要来经历神的这个转化我们看到那个应许更具体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里面，他就在讲说，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哇，我们的心不再枯干而是可以长满花草跟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好好来经营呢？就像一个园子一样呢。如果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心满意足即便在那个环境中，在大风大雨中，或者是在那旱灾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浇灌，使我们真的是从里面可以涌出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江河音乐牧师自己就有曾经历过在我一生当中有许多的算是低潮低谷甚至我会觉得说上帝怎么好像没有与我同在。特别在我牧会当传道在迦南教会这9年里面，有许多的日子我甚至会半夜没有办法睡觉被惊醒，甚至也没办法这个睡着，因为我有觉得有许多好像不是做得那么好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这条路是不是神要我走的但是很奇妙的每次当我觉得很低潮的时候神就是很奇妙的，就是总是用这一句话主要用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使我可以在那个低潮当中再次被神鼓励即便环境可能没有马上的变好但是从现在往回看，真的觉得说幸好有神这句话来鼓励我很奇妙的这句话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今天的经文我们来改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把那个以色列人改为神儿女，然后把主说的第一顺位我们把它改成主，然后再把你们或你我们改成我或我们
好吗？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哦，哈，重新来改写来读这句话，是神对我们说的哈。第2节、第3节，我们改成这样说：当神儿女渴望安息的时候，主从遥远的地方向我们显现。神儿女呢，主一向疼爱我们，主仍要以信实和不变的爱来爱我们。感谢神，神的爱就是这么充沛，总是能够让我们得着那真正的安息，感受到神那无条件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一生中真的有许多过不去的点，但是主，你就是定义爱我们，你用你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中可能有过不去的点，他们或许觉得现在离神很远，或许觉得神可能忘了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被掳在那个不自由的地方。但是主，你在此今天用这句话来成为我们的盼望，就是主，你用你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谢谢你不放弃我们，谢谢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至深至真的慈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我们今天都能够融化在神的爱中，我们一生一世有主来牵引我们。我们明天见。